K2 在全世界的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里面，它的高度仅次于圣母峰。我们可以跟着会冒险的人去冒险，在他的冒险的经验里面，我们透过他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的眼睛也感受到震撼。上面是 K2 啊。K2 现在在哪里？山谷里面，底下有看到露出他的身体啦。前面这2个是神人啊，然后我是代替平地人、一般人，代替 K2 发掘团队，代替所有2000多个募资者。虽然只看到 K2 的身体，你们要加油啊！更加难。6600的 C2，很真，登山就是这样啊，该等待就要等待，修炼你的耐心。永言上 C3，再待1个晚上，明天一早上C4。看到的就是平静，还有 K2 的山顶，最远方最高的那个。